朝基門為惠州古城北門故址旁邊重建嘅仿古城樓，逾數百米，明代古城牆相接，兼具防洪功能與歷史景觀價值。該門始建於明洪武3年1370年，明洪武22年1389年，城市擴建後改稱朝基門。現存建築係2005年啟動重建，2006年6月竣工。重建城牆總長352米，設3孔拱形門洞及人字形防洪閘門，城樓高21.865米。朝基門歷史上為惠州重要軍事關隘，古代惠州古城因擁有7座堅固城門樓而被譽為東江要塞。1925年，東征軍曾在此發動攻城戰役。1930年，黃埔軍校與城門西側立東征陣亡列歷史紀念碑。文壁塔為建於清末嘅六格式5層磚塔，正八邊形，高20.29米，基礎邊長2.5米，塔內不能登臨。合江樓位於原惠州府嘅東北部，東江和西之江嘅合流處，為廣東6大名樓之一。龍門農民畫係龍門人嘅傳統民族繪畫藝術，其歷史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客家人帶來嘅繪畫技藝。東江係惠州嘅母親河。水東街位於橋東街道，東接惠新西街，西接東新橋，地處東江與西之江交匯處，形成一街挑兩城格局。該街始建於北宋元豐年間1078至1085年，全長約730米，寬14至18米，明代發展為商業街。西湖旅遊景區由西湖景區和黃花湖景區組成，總面積20.91平方千米，其中水域面積3.13平方千米。西湖旅遊景區係以山水為特徵，以休閒和觀光為主要功能嘅國家級風景名勝區。四周塔又稱寶塔、大成塔、雁塔、西山塔，始建於唐代，重建於明代。九曲橋位於孤山以北，直通平湖中嘅點翠洲。